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又再重新 update 下我哋個碎把系統。咁呢個係舊版本嘅，咁亦即係呢個係一般都係用繁體版嘅朋友就可以使用冇問題。咁有啲精選啦，咁6月8號嘅精選啦。咁如果啱大家啱問嘅就可以大家攞嚟參考下。呢個就係初步坑到嘅。咁講翻6月8號之前咧，我哋之前有個6月4號嗰日，咁我哋呢個系統咧就坑到一啲比較有實力嘅馬，結果亦都有啲贏錢啦。我哋嗰日係咁嘅狀態啦，第日亦都有咁嘅效果。咁當然呢個係參考，最後埋現場或者一啲嗰馬嘅落雨啦，所以就我哋坑咗一啲現場嘅，嗰馬就中咗9條啲，咁即係5條跳啦，大約。好啦，咁我哋進埋個第4炒嘅孖 P 添，個孖 P 係睇到5最多睇11000幾，咁跟住好多朋友做3700啦，3場位置叫做晒啦，跟住都係位置叫啦，261買，呢個係連價位置叫，呢個係連贏7同12，跟住最近睇一睇下，都係位置叫比較多，5031最3場位置叫，呢條正 Q 添，呢條係正。第5場正 Q，第9場都係正 Q。4015嘅收錢啦，人活畫900幾，都係一啲我哋啲 member 嘅收穫嚟嘅，大家睇一睇。跟住有一條係好啦，咁呢啲講完之後係因為我哋經過初步嘅篩選之後，就今日5場嘅、5場嘅，揀咗幾隻。咁如果大家啱嘅，可以加我嘅微信啦，同埋 WhatsApp 同我聯絡，大家研究下。咁今日講咧呢個版本咧就係簡體版嘅，即係普通嘅簡體嘅電腦咧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。咁舉個例子一嚟，我哋做咗呢個動作，就可以去分開第一場。咁嚟現場之後咧，有咗啲 sorting， 佢入口嘅咩路程我自己就做 sorting， 自己可以做，跟住可以坑啲碼出嚟，我覺得根據你嘅平時嘅坑嘅方法去做。咁呢個有咩好處咧？呢個系統我自己都有做嘅。舉個例子，如果我刪除咗先啦，跟住下邊呢啲刪除咗先，係刪除唔冇晒啦，1至到10場都冇晒。咁但係如果到時你哋有呢個系統嗰陣時咧，自己攞去做咧，好簡單嘅啫。撳翻呢個就係匯出隨即，所有隨即一下一個鍵，見到1、2、3、4去到10先嚟睇。咁呢啲數據咧係來自另一套我哋嗰套系統嘅呢個。兩個 data 喺度，咁呢個 data 我哋都附送埋俾你嘅。嗱，我哋每一次跑完之後咧，就去馬會嘅網上邊自己 update 落嚟，將佢每一次嘅隨即 update 就做成一啲步速啦，一個有啲步速每一段嘅時間坑落嚟，變翻個數據俾大家。咁呢個如果個系統你哋追咗 member 之後咧，我哋會附送埋俾你嘅。即係做成咗呢一集嘅資料做咗附。呢一個同之前講個繁體版係差唔多嘅啫。咁但係呢個係之前有個 member 或者特別幫佢寫咗呢一個，佢淨係中意睇翻啲數據啫，佢自己去坑自己嚟嘅方法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，都不妨研究下 WhatsApp 或者 WeChat 俾我，因為呢個簡體版咧就會嘅用處會多啲。你身處嘅地方係簡體電腦都可以用。好啦，咁然之後我哋係建議成套俾晒你，自己就可以 update 噶啦。至於個 update 咧，我遲啲得閒咧先至會做出嚟。咁自己撳一個掣就可以網上邊你身處嘅地方，主要有香港數據，就可以自己去馬會 update。咁即係成套都可以自己做，跟住自己加以分析，呢啲自己嘅資料數據嚟睇。所以如果大家啱嘅，可以聯絡翻我。喺呢度希望大家6月8號贏多啲，再見。